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耶利米书19章第1节到15节，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富有。富有的人第一个条件就是爱有财富，也是咱咧讲的财产吼。真侪富有的人，伊的财富是努力的来，但是有一寡人的财富，咱咧讲伊是甘金汤匙啊出世的，会当讲是成长的过程拢真少得的环境。另外一种是叫做对天降落来爱财富，亲像要掌权来中奖共款。根据一份2020年的报道来指出，这类对天降落来的财富，无论得到偌济意外之财，伫这个中间有超过75%的人到最后拢面临破产的危机。这是对这个资料是对一个诺贝尔这个经济学的得奖的人叫做塞勒，伊的研究显现出来。就是这个人大部分拢会认为讲，这种的财富是毋免付出就会通得到的，所以伊伫咧使用这个钱财的时阵，就袂去做思考，伊就习惯伫伊的脑中会甲即类的财富安尼讲，就是反正毋免经过思考，就甲开下就对啊啦吼。使得伊的财富，也是讲伊的钱源真容易就开了。毋通安尼，又搁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甲行为，直到伫因的金钱开了后就安那，就过了比原来的情形搁较惨，无法度拍拼啦吼。前无偌久，咱有讲到爱积聚财宝伫天顶，这是伫圣经的教导。基督徒的经济观啦吼，真正的财富是甚物货？真正的富有是甚物货？这值得基督徒真严格来反省甲思考的。若是按照着耶稣基督的教示，积聚财宝伫天顶。就是讲，毋是咧追求家己的利益，乃是爱愿意为着别人来牺牲、来付出。但是总是有一寡人，拢永远就是咧固守家己的利益，足拍拼、足努力的吼，无论付出啥物代价安尼吼。即款的人基本上毋免去甲伊讲牺牲啦，捌听到人讲我来就是要来开这个钱啦，就是针对一寡单位的预算，就是要甲开好了吼。大部分用来伫遮啉佚佗，这个消费者的预算要来消化掉安尼。但是事实上，因的支出绝大多数甲这个预算的科目无共，甚至运用伫这个公有的空间啦、教会啦，追求家己利益真正是一分拍拼吼。但是圣经安怎来教导呢？有个人问耶稣基督，讲这个良善的老师，我应该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基督伫咧回答因的这中间，除了爱
真严格遵守摩西律法中间咧讲着，毋通犯奸淫，毋通杀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假的干净，着爱孝敬父母。伊还有讲佫有一件事，伊讲你还佫欠缺一件事，就是卖掉你所有的产业，将钱捐互送乡的人。你就会有财富积聚伫天顶，然后来跟对我。然后咱就看到圣经的记载，这个犹太的领袖就面带着忧愁来离开。这位不有的人所追求的是要坐佫较济的地上的财富。虽然伊接受着摩西的律法，但是事实上，伊的心内却是丧凶的。耶稣基督讲，有钱的人要成做上帝的子民，是遮尔难啊！有钱的人要成做上帝的国的子民，比落得穿过尖片还佫较难，因为这是不有的人的心思。拢落伫伊所拥有的财产，伊一点仔都无愿意放手，干那要掠掉的安尼吼。伫即个经文中间咧讲到落刀甲尖片，这是一个譬喻。咱知影耶路撒冷的城门入口有大门，通常的边仔会有一个互即个人行的门，通入去。但是再会面嘛，拢爱用这个路道来再会面。因为需要付税金啦，佫有另外一条路吼，所以安排一个真细的门。当代的人就滚算笑讲这个细门哦，细敢若亲像尖片啊。因此，当耶稣在讲到路途穿过尖片，就是咧讲这个，就是伫咧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，这个载满财富的路途，一定爱将新上的财富，甲伊，还是讲这个货，甲伊写落来，才会通对这个称作尖片的门入去伫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譬如就是上帝的家，上帝的国。路途所在是财富，这个细门叫做尖片。准这个路途甲业主人亲像正不有的人的心态。无法度将伊的财富，就是迄路途顶悬的货物来甲伊放丽时阵，伊就无法度入即个下门。耶稣基督安尼来教导，听见即个话的人就问：安尼讲，什么人会通得救？耶稣讲：人所袂话的，上帝拢话。这个时阵，彼得就讲：你看，阮已经放落阮的家来跟对你啊！耶稣就回答讲：是啦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既然为着上帝的国放落家己的厝体、某、兄弟、父母，还是儿女的，一定伫今世要得到更较济，并且伫来世享受永远的活命。咱只要愿意亲像这个路途写掉心上所在的这的货、这的财富，就会通进入伫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门，入去伫迄个上帝应允伊徛起的所在，就会通得到救。耶稣基督也捌安尼讲。牺牲性命的人，才会当得到性命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是安怎做声势？
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伫排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，咱着来讲喙压制咱的骹遮，来切断迄个捆绑咱的绳。上主坐伫天顶得笑，得起笑因的阴谋，伊受气甲因警告，发圣地互因惊吓。伊讲，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。王讲，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你甲我讲，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日。对我求，我就将列国互你做领土，佮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要用铁管甲因讲，亲像讲水飞啊去。正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者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才免伊起圣地，互因伫路中灭亡，因为伊会随时发受气。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感谢主，互阮蒙恩得救，蒙奉调伫教会来服侍，就是帮助阮毋但是做代志，佮将每一项事、每一工会通甲你建立好的关系，追求真理，做第一要务。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